好，我们接着请那个日本维我协会会长，他是维吾尔哈，他跟那个热比亚是那个他们世界维吾尔协会，他日本会那个会长，好像是约翰马哈木，好这个，大概后，谢谢，其实要修饰的。其实我也不愿意用这个支配我们这个民族的语言和大家交流，但是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用他的语言来进行交流，请大家原谅。翻译请允许我坐下来给大家讲。今天非常高兴和大家在这里探讨台湾的未来。在这里我对台湾的内部状况我是不太清楚，但是呢，我刚才首先我听到戴国生教授就是谈到这个国民党中华民国政府来到台湾以后的所作所为呢，跟这个中国共产党统治我们，剥削我们、压迫我们的这个做法呢，一模一样。只是现在台湾比以前要好一点，就是说可以民主的，可以自己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我们还没有。我们现在是每天这种迫害、这种压迫呢，与日俱增。可以说我们已经生活在比动物还要以下的这种生活水准。所以呢，我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搞这个维吾尔运动，搞这个东土耳其斯坦复国运动，这方面的经验和大家想谈一下。刚才罗荣光牧师他谈到，在世界上有1000多个这个国际性的组织，但是台湾呢，只有在60多个组织里，担任各种职务啊。其实我们维吾尔、吐蕃、台湾、蒙古这些失去主权的民族呢，在80年代、70年代后80年代成为这个失去主权国家的联盟。这个联盟呢，成立这个联盟，提议这个联盟这个国家呢，到现在为止呢，像台湾、维吾尔、像吐蕃、像蒙古，这些成立起来这些国家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正式建国或者是正式独立。到后来呢，台湾甚至离开这个组织，只是以一个观察员的身份出现在这个组织的各种会议上。这个呢，按我们的现在的自己的成绩来看呢，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失去，因为我们通过这些国际组织呢，我们向全世界表明，我们以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因为我们大家自己知道自己的历史，就觉得别人也知道我的历史。我们不去向大家说明我们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所以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就是说东土耳其斯坦它以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到后来这个国家成为了2战以后的各个中国和旧苏联之间的牺牲品。国际之间已经有这个意识，所以说我们现在在
国际上任何会议，我们都有代表去参加。当然，国家主权国家的会议呢，我们作为 NGO， 我们作为观察员的身份也在出席。当然，那种会议我们没有发言权，但是在那些会议中，我们通过我们自己所想到的外交方式，我们去接触那些各个国家的代表，我们希望用他们的口，用他们的嘴，来把我们的问题在各种会议中拿出来，请大家讨论。这个我们为了得到这个成绩呢，我们整整运营了40年。但是呢，前30年我们可以说根本没有任何成绩。但是后来这个10年呢，我们的成绩是非常大的。现在我们在欧洲、在美国、在日本、在中东，我们的组织的人随时到那个国家，可以和在那个国家的各种组织或各国的国会议员可以直接联系，可以和他直接谈话。我觉得我们能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但是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我们想到的是，我们要生存，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下去，维吾尔这个民族要存在下去，因为在历史上我们对世界文明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当然，我们的文明从49年以后就变成了中华文明，都变成了他们的文明。但是我们要对世界说，哪一个文明是我们的，它不是中华文明，因为我们不是中华民族。大家所看到的，我不是中国人，我是突厥民族。我的语言、我的生活习惯、我的宗教、我的历史，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我的祖先跟他打过很多仗，我的祖先曾资助过他的很多朝代。唐朝危在旦夕时，是我的祖先救了唐朝。明朝害怕我们再来攻打他，把秦始皇的这个长城一直修到嘉峪关。他防御谁？他防御我。这已经就表明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运用这些历史的事实，我们向世界宣传，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对世界文明做出过贡献，所以我们这个民族一定要存在下去。当然，我们现在没有一枪一炮、一颗子弹，当然也没有铁丝、一根铁棒，但是我们用世界的正义的心灵来看待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努力向大家说明我们的现状。所以按我的这种经验来看，我也出席过很多这个国际会议呢，很少有这个台湾的代表在那里出现。这些国际会议呢，这些欧洲、美国，像日本，像这个土耳其、中东，有很多国家来参加，是作为一国的代表来参加，我们作为一个团体去参加，大家在一起讨论很多问题。当然，那种会议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但是
他为解决一个问题做一块基石。所以说按我现在来看呢，我就觉得台湾在这一方面是不是做的很少？所以我非常赞成蔡先生刚才所说的，只要人民愿意建立这个国家，我觉得世界会不愿意。只是台湾人民是用怎样的一个方式对世界宣称自己要建国，还是要当奴隶？你自己不说，我不可能清楚你心里在想什么。所以，我觉得在台湾，像刚才蔡先生所说的一些话呢，普通的民众不需要太高的知识，也能听明白，用这样朴素的话来告诉台湾人民，如果就这样下去的话，台湾的未来是很惨很糟的。因为到那个时候就可以拿我们这个东土耳其斯坦土国蒙古的现状来告诉大家，你可能有一天连台湾语你都不能说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能用自己的语言教学，我们的幼稚园到大学全是用汉语教学。那维吾尔语在什么立场中呢？维吾尔语在教学中，在小学每个星期有2到3节课教维吾尔语。就我的母语现在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一个外国语。这是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他如果并吞了台湾，那台湾会更糟，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的人民他不能确认民主的标准是什么，自由的标准是什么，因为他们现在是真正的奴隶。但是呢，台湾人民已经知道民主的概念，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最不愿接受的问题。所以，他要搞他的统治，他要搞他的专制，这样台湾人民不会同意。这个跟香港不一样，香港人他从老早以前他就说这是被英国人占领的，我是中国人，但是台湾人没有这种意识，所以说共产党不允许你有我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意识。那怎么办呢？台湾人反抗怎么办呢？只能是228的重演，也许比228更加惨烈。所以说，我们非常希望台湾建国，因为台湾有过被奴隶的历史。到那个时候呢，台湾人肯定理解支持我们，这样在联合国我们就多一个朋友，多一票赞成我们复国。当然，这个要不要这样做，这由台湾人民自己选。我希望经常和大家一起探讨这些各类问题。我经验不足，也许说的有点过，请大家原谅，谢谢。